根據指引，輸入勞工嘅薪酬唔可以少過本地工人擔任類似職位嘅每月中位工資。僱主仲要提供合標準嘅住宿、醫療費用、僱員再培訓費用等等，成本理論上多過請本地工人。不過睇返勞工處編製嘅常見職位表，中職燒烤師傅入息中位數係21,080蚊，即係話照足規矩輸入勞工，人工都比葉生低大概8000蚊。商家佢一定啦，降低個成本人工，同埋你冇可能賺香港人嘅錢，請外勞啊嘛。政府又話優先本地人就業，但係我覺得冇喎，即係請到外勞，跟住老細咪解僱你本人咯。你香港先幾大啊？你輸入咁多外勞，再加上又執咗幾多飲食，本港人都自己都顧唔掂咯，仲要顧埋內地同胞。